哈哈，而家喺度等太太翻嚟，佢去咗苗栗打比賽，咁就我就冇義氣啦，唔陪佢去打，因為我好想自己打波，我好想打波今日咧，因為如果陪咗佢打比賽咧，我就只可以睇咯，冇得打咯。咁我又想玩，因為就打波令到我好快樂嘅，係啊，我好享受打波。咁就今日就少分開一陣咁樣，跟住然之後佢而家翻緊嚟咁啊，等佢陣間翻嚟，我哋就去全聯今日就我有啲任性，我今日想食杯麵，超級開心的，因為台灣的碗麵的選擇蠻多，然後就因為之前我跟朋友去日本，就他們就說日本的碗麵好好吃，然後我就覺得。坦白說，我覺得還好，我真的覺得台灣的比較好吃。感謝啊，因為我喺台灣住，然後我覺得台灣啲食物好食，咁我咪好幸運啊嘛。如果我喺台灣住，我覺得日本啲食物好食，咁就麻煩少少啦。然後想要分享一下剛剛自己一個人坐公車回來，其實我真的超喜歡在台中坐公車。因為很多時候都可以看見很多溫暖的事情，就是老人就是需要幫助嘛，我們很多年輕人都會一起幫忙，我就覺得很感恩。就頭先有一個婆婆即係唔係我就冇資格叫人婆婆啦，而家我呢個年紀，姐姐對姐姐就她就推住個手推車，咁啊好重噶嘛，咁我一上到車，我哋梗係幫忙啦，咁樣咁就即係要排隊嘅幫手喺台中嚇，咁就今日我夠快手，我第一時間幫，咁今日我可以提供到少少幫忙，就好開心咯，即係可以幫助係好開心。咁另外就見到，因為一個唔係一個姐姐就90幾歲，另一個姐姐就應該我聽佢把聲應該都70、80歲啦咁樣。最感恩就係我看見那個70、80歲的姐姐在幫助另外一個90多歲的姐姐，你看多溫暖。然後所以那個70幾歲的姐姐下車的時候，我就特別就跑去幫她拿那個比較重的東西，那個手推車，因為超級重的，我都覺得哇，她那麼厲害，我覺得誒很重嘅，因為她要下車嘛，我就幫她那個手推車就放車，係即係同佢攞燈去舒服啲啊，如果唔係佢自己落車，企都企唔穩啊，點樣攞車咧？咁跟住然之後佢就跟我說感恩，我就說謝謝你。其實我心裡面說，其實我也要謝謝他，你給我一個機會，就是可以幫助，因為有能力可以幫助，其實那個心真的會很開心嘅所以我真的怎麼說就是很快樂然後之前就有網友都會提醒我，就是如果有時間可以做義工。其實我覺得時候也到了，因為來到台灣幾年，就是事情比較多，那個時候投資移民就開公司什麼什麼，現在什麼都開始定下來了。之前新家的裝潢都已經做完了所以現在時間就開始變多。就我都有計劃，就跟太太去找一些時間去身體力行啦，去為呢個社會提供一點點嘅勉力，因為其實我是小雞雞嘛，我的能力也沒有到很多，但是可以做多一點點就會令到自己好快樂咯咁其實我都個出發點都係為咗自己，因為我發現原來幫助其他人，其實我自己覺得蠻開心的所以就是感恩另外就是今天也要記錄一下我們吃的東西今天就是吃不健康的東西但是會很開心等一下拍照片也分享一下，有一個網友說你的影片很短呢，我說對我小雞雞有些影片會比較短但是也有一些比較長的你可以看長的，但是我真的感恩，因為如果你覺得我短，就是你想要看多一點好，我就給你看好看滿感謝好啦，都是大家都係有緣人能夠見到呢段影片，因為
今天懶洋洋，打完球有點累，所以就在這沙發裡面躺一下，然後等太太回來，啊哈哈，拜拜。哈哈，太太回來了，現在去全聯，太太買咗一啲滷味啊，咁啊陣間食杯麵就啱啱好啦。啊，剛剛我自己一個人去打球嘅時候，我就想，究竟我係即係一個人嘅時候會開心啲啊，定話同太太一齊開心啲咧？我發覺就係、我一個人嘅時候就會唔慣咯，即係不習慣咯，啊，所以就是感謝。